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时刻，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一起能够来聆听神的话语，好不好？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是生命美好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非常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平安，虽然经过台风的滋润跟清洗，甚至带给台湾有一些的伤害，但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在神你所创造的大自然环境里面，我们更需要每一个主你所创造的百姓，让我们学习在患难与否，或者是在顺境与逆境当中，我们都依然存着感恩的心，凡事感谢神，凡事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向神求取智慧。我们相信，即便我们遇到眼前有许多的患难跟困难，我们依然能够刚强站立，为主得胜。谢谢主，求主赐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在今天晚上每一个在聆听神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经历神你美好的生命祝福，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我相信这是一个生命美好的祝福，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当将自己的生命摆放在神的面前，就像那馨香的火祭。献祭是一个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好好在生命里面去经历的行动，也是一个回应上帝的美好行动。所以邀请你将你的生命摆放在神的面前，不管是祷告，不管是让神的话语来对你说话，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像火祭一样馨香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祝福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用你的慈神爱所牵所走进祭坛，用你的恩惠扶持我坚固。我将心灵思想意念献上我主我神，让我一生是你得到荣耀。我们再次从头，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用你的慈神爱所牵我走进祭坛，用你的恩惠扶持我坚固。我将心灵思想意念献上我主我神，让我一生是你得到荣耀。用你的慈神爱献上我进祭坛，用你的恩惠扶持我坚固。我将心灵思想意念献上我主我神，让我一生是你得到荣耀。我将心灵思想意念献上我主我神，让我一生是你得着荣耀，让我一生是你得着荣耀。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叫请听微小的声音。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第5节到第10节。神的话这样说，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箭头旁边，箭
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节是有关于以利亚，在列王记18章里面，以利亚他刚刚经历了在加密山上在这个他大胜算是胜了，赢过这些巴力的先知。而这一场属灵的高潮之后，也就进入了19章里面，他却进入一个非常忧愁、忧郁甚至崩溃的一个情绪当中。甚至以利亚他希望上帝能够让他能够死掉。但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节，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我们会看出上帝怜悯他，上帝没有责备以利亚，甚至还供应他。第7节说第6节第5节开始就请了一个天使来拍他，请他起来吃刚当喝的水，甚至当吃的东西。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撇弃他，也没有责备他，甚至上帝引导他，不是让他逃避，而是更是邀请他进到上帝的山何烈山上。我觉得这是上帝与以利亚一个相遇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的意象的地方。上帝对他说，你在做什么？他问说，你在创啥？上帝不是给他质问，上帝乃是邀请他，重新邀请他，重新获得他应当有的身份跟使命。各位弟兄姐妹，从以利亚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上帝他一直期待我们也能够看见这样的意象。以利亚他的人非常真实，他在18章里面，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可是他也有脆弱的一面。我要问各位，在我们生命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那一面在侍奉上帝，但是我们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遇到害怕，甚至遇到冲击，甚至遇到伤害的时候。可是上帝并没有撇弃我们，上帝并没有对那些疲惫侍奉的上帝的仆人而不理不睬，上帝反而用温柔照顾的方式在照顾着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他的生命从有信心的做美好的征战胜利之后，他竟然进到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低潮期。以利亚，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利亚他所经历的，他在之前他所经历的是跟巴力他击败的是巴力的先知是许多的人一起来攻击他，他却能够去证明耶和华上帝是真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否也来回想看看，当我们在与世界的很多我们看起来看不惯的事情，我们是否愿意像以利亚一样，是怎么样？是站在众人的面前证明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充满能力的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耶洗别还说要来杀他，而让以利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惶恐跟害怕。我觉得我们人也都一样，在教会，在现在环境里面，当我们侍奉完，有人会告诉我他所做的都只不过是因为为了什么样子的利益在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心情都会有所都会弄得感觉这样不太爽快。但是我们能看见以利亚他虽然陷入这种的惊吓，上帝
他一样的引带伊40天的路程行到伫这个西奈山顶面何烈山上。这个所在咱知影是摩西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也是上帝显明给摩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记。而上帝也同样的引导以利亚进到这个地方。在山上，上帝安排这个以利亚经历的难道是风、地震跟火吗？象征着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上帝希望他看到这些吗？并没有。上帝并没有让他看到哇，这个风突然间变得很大，或者是天摇地动，并没有，而是上帝是在微小的声音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列王纪上第19章第12节，神的话这样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含义是什么？这句话里面特别谈到，在原文里面谈到这个微小的声音，代表的是一个细微的、极尽柔和的声音。我们要知道，在神学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为什么？在神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在犹太的文化传统里面，上帝的显明其实都会伴随着很多的这些自然现象。我们知道西乃山上发生过这个雷声闪电，好，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上帝习惯让人同在，感受到上帝同在，都是透过这一些神迹奇事。西乃山上的雷声闪电，甚至还有什么红海分开啦的这些奇迹，还有火柱云柱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外在的现象是让很多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认定上帝的同在是需要伴随的这一些现象。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上帝上帝并没有用这款的期待给咱期待，上帝给咱看起来好像看无，甚至给咱感觉无消无息的感觉。上帝透过安慰一个精疲力尽一个以利亚，给他定心，让他重新再去校对校正他所要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也要问各位，在我们侍奉神的道路上面，我们是否也曾经愿意能够好好的去听神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在美国神学家一个叫做 Walter Brueggemann 布鲁格曼，他曾经对这段圣经节，我们刚刚所看的列王纪上第19章第18节里面所讲到的，上帝的道路不是按照人的预期跟框架的。也就是说，他在描述这段圣经节里面，他认为上帝他是可以选择一个非戏剧性，而且不是日常生活的这种概念的想法，而反而是用一个很平淡的、很单纯、很简单的方式，就是静默、安静下来。所以我在刚好今天昨天晚上刚好昨天晚上我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他们不太，当我们一起做祷告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那边讲话，然后不以为然，甚至他们也不太了解。但是在那过程当中，祷告结束后，我非常慎重的告诉他们，我说祷告除了是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代表着我们是否愿意把心静下来，好好的等候那几秒钟的安静的时间。我觉得人很难安静下来，是因为我们受到许多我们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期待外来的环境所给我们的帮助跟弥补，而忽略了我们可以在安静当中可以寻找到，甚至可以看见知道我们生命应当走的路。
在尤金·毕德森也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他曾经说过，他曾经出版这个信息版的圣经的翻译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静默的神在对呐喊的灵魂说话。他是来形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是谈到一个静默的上帝在对一个呐喊的灵魂说话。我不晓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呐喊跟挣扎，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好好的在静默当中去聆听，去了解上帝要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聆听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聆听神的声音不单单是可以看，不是期待去看到那个好像很突然，好像一个很明显，或者是一个我们可以马上可以得知这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反而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在安静聆听的里面去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有一些拉比跟犹太传统的认定，这一段圣经节的教导是，聆听是需要训练我们信徒内在的耳朵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内在的要得到这个聆听，懂得听得懂，明白神的心意，这个聆听的生命需要好好训练你内在的耳朵，不是外在这个听得见的，好像人家告诉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这种，而是训练我们内在心里面的那个耳朵。所以真正的属灵的听力真正一个属灵的听力，它是会在安静当中会去辨别神的声音，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声音往往并不是一定是像一种好像雷霆，这是神在做，在动工神在做什么事情不是的，也不是一个大事件。像最近这个台风过，有人说这个监视器好像自己会摆动，突然间看到这个佛神这个上面的眼睛有这个亮光就说是一个这个神显明了。好，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上帝的出现，上帝的声音，往往是在人心里面的一个念头，甚至上帝的声音往往不是一个情绪高涨的时候，哇，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并不是。而是在人在平静当中的确信，也不是在一个外在的神迹，而是一个内在平安的引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明白，我们要时常去思考几个问题。当我们个人，我们自己是否去好好的在安静里面，在很细微的一些事情上面，去感受到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在教导我们当如何做一些改变跟经历。甚至我们要时常去思考，到底我们在所处的环境里面，生活的空间里面，有哪些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影响，有许多噪音，有许多影响力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甚至我们要实际的去用我们的生命去操练看看，好，试着找一个地方好好安静自己。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怎么去灵修，怎么去帮助自己能够更加的成熟，而且更加的喜乐的生命。我们也要好好去思考，到底我们是否在想象，我们都人很容易去想象上帝在这里面，上帝在哪里？其实我们要去想的是，到底有没有在安静的里面知道神要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我觉得平静安稳的心跟平静安稳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去聆听主的声音，但我们要怎么去聆听神的声音？我们需要更多的安静自己。当我们侍奉非常疲累的时候，或许你还没有走出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框架里面。当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我们告诉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灵修，安静自己。我们不求神如何说话，我们只好好的去感受到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没有撇弃我们，他一直在为我们预备许多我们前面生命的道路，只差在我们愿不愿意静下来，好好的去想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习更多愿意用温柔的心来思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明白我们的生命需要安静。我们不是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而受到这些外来的环境的影响，即便国家世界在变动，但我们的心依然学习要安静自己。我们要学习信靠神，我们要学习辨识上帝你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微小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那平安静安稳的生命，让我们得以有力量继续为主走在神所喜悦蒙恩的道路上，祝福更多人，甚至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愿你的话语时常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我们生命的功课，需要更多聆听神你那微小对我们说话的声音，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求外在显现的样式，乃在于我们的心里面有平静安稳的生命。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你平安。